肉丝，这比例师傅精准拿捏，大火快炒3、2下，已经香气四溢。但是差了这一味，可就无法画龙点睛。这是酱油，喷上几滴，正统客家味上桌了。其实客家美味里，酱油就是灵魂，鸡鸭鱼肉都少不了这油亮的黑色精灵。客家小炒啊，然后梅菜风肉啊，笋丝蹄膀啊，这些都很适合，都很喜欢用到这种酱油。师傅的赞美实至名归，因为这酱油不仅仅滴滴香醇，纯手工的技法更让他的名号屹立于苗栗南庄一甲子。传统的客家调油哈，手工调油啊，青葱油系现调的啊，像那3种调味制作，对某同样。用客家话讲解酱油制作过程，他是老板黄礼忍。坚持手工是忠于原味，因为你如果用机械化、用量产的话，会走味。豆子先浸泡蒸煮过，接着利用酱油酵母、酱油曲发酵6到12个月，压榨成汁成了生酱油，还得低温杀菌、沉淀去除杂质，才能够成就完美纯手工的香醇。没有机器大量生产，始终坚持原味。我们的酱油是说它的甘醇度很浓啊，而且豆的香味很浓，这一般人家甚至日本人，他说曾经日本人到我们的卖场，他就感觉说啊，就是这个小时候的味道，CCS 的调油就让他迷到。黄礼忍笑了，一旁的老板娘不是客家人，却对这笑容了然于心，因为这就是客家精神。每个步骤就是老人家交代说一定要怎么做，一定要经过几天，还有加的量，还有我要曝晒的时间，一定要按照规矩来，少1天都不行。阳光下黑得发亮的酱油，每一滴藏着客家坚持品质的精神。发酵半年的心意，酝酿出客家妈妈的滋味，替客家小炒增色，为他乡旅人暖胃。滴滴亮黑的酱油，品尝到感动时刻。